薄層色譜分析。首先準備薄層色譜缸，將溶劑按比例混合成為展開劑。將展開劑加入色譜缸裏面，深度約為3毫米。將薄層色譜缸蓋好，跟住準備樣本溶液。用溶劑把少量樣本溶解在試管裏面。將樣本溶液點在薄層色譜板上，用鉛筆在色譜板上畫上起點記號。取一根玻璃毛細管，浸入樣本溶液吸取樣本。將毛細管點壓在薄層色譜板上，位置距離邊緣約5毫米。展開色譜板，將色譜板垂直放在色譜缸裏。樣本不可以浸在展開劑中。展開劑在毛細管作用下，在色譜板向上滲透。當展開劑快到達頂端時，把色譜板拿出。可以看見各成分已被分離。當樣本是沒有顏色的化合物時，可以用紫外光顯色法。在紫外光燈下，不飽和化合物在加有熒光劑的色板上呈現暗色斑點。